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一切变成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交我主爱，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一绝比一情较真呢。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滋味拖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暂停，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舞，做伙
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做袂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爷。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赐福。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俗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心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实经常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甲我做爱千百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下宝座风飞，心天之泉比之情感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水电，叫我的半生半世，无做无悔。的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做袂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爷。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赐福。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
上速拍的大魂。Hello，兄弟们，姨妈正式来报道了。今天很开心，可以是1个月一次的软烂朱迪卡限定配信。对，但是我今天也是会乖乖的练歌，只是会非常非常的软烂。我甚至连刚刚开始开台了都不知道，但是无所谓了。maybe 我现在搞不好连麦克风也都还没开起来，完全就是 Let it go, Let it go。大家午安。对，今天基本上就是我原本是安排什么行程？哦，对，今天对啦，7月份开始有很多社畜的文书啊，暑假作业行程，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时数的开台还是没，等我一下，对不起，还是要开啊！我也想大家，我的 OBS 嘞，等一下 OBS 哦，在这里。今天就保持软烂就好，什么需要调整吗？是的，我敬爱的追绝步伐的他总，我觉得应该好像没有什么需要调整吧。对，今天就是一如往常精明干练的陪伴大家，然后我还是会练歌哦。我有跟水梨宝贝讲好了哦，30分钟没有练歌，他就会冲来我房间揍我了。我相信水灵宝贝这么温柔这么仁慈，他一定不忍心就是让我聊30分钟，然后真的要过来揍我，对吧？不会啦，还有鸡毛桑都说短时数开台了，对不对？我们所谓短时数至少我差点要讲短时数至少3个小时，我讲什么？我说短时数嘛，大概30分钟到1个半小时，这个是朱迪卡称之为短时数吼。啊，对，一如往常。好了，我先一一跟大家打招呼。首先是哈密瓜先生伊拉塞，哈密瓜先生，感谢这个月赠送了彩彩迫害福利，以及这个月刚刚我们喜迎了。不算新任总裁，但是也是我们新任总裁的店先生，他学会迫害了。看来新任总裁们都适应的良好哦。那下个月会不会换水母先生开始也开启了他的迫害旅程了？哦，这个就是朱迪卡，对，只能说期待着吃瓜着，对。但是总之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然后也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对，我最喜欢看你们相爱相杀。对，至于就是那个诺啊，算了，我劝不了他了。就是吃不怕这个诺。好啦，总之不管是持续支持本频道的各位会员们，对，还是以迫害的这个形式支持猪猪以及我的咪朋朋们，或者是兄弟姐妹们的，都谢谢你们用健康的金流支撑着朱迪卡的频道。我继续打招呼，对，我再不打招呼，聊天室可能追完已经半小时过去，然后我就要被揍了。1313晴天伊拉塞，夜夜伊拉塞，泽野先生伊拉塞，怀特比格伊拉塞，薄荷伊拉塞，然后佐佐伊拉塞你好，三轮你好。刷到来8月1号先生你好，交通频道先生你好，我看过有像哦，史莱姆攻击力很小，是不是？搞不好我要回弹自己的，就感觉史莱姆攻击力很小，那还蛮想被揍看看的。不是，
那有什么一如往常很猪猪吗？我今天超软烂，我通常不会这么软烂的啦。哦，这是每个月限定，对，姨妈准时敲门，就是子节礼后，期待今天看到更多的惊喜吗？今天还有什么惊喜吗？惊喜的部分吗？今天的惊喜哦，可是今天这么软烂的练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惊喜欸？那我也来期待一下好了，搞不好会有什么奇怪的我没有注意到的惊喜是吗？涛啊，俊伟你好 ，FF47啊，猪猪没报名呢，对，因为暑假台语怎么讲？あ、夏休みね、忙しすぎるから。我暑假的时阵无报名 FF47，对，哎呀，我暑假的迄功课要做不了啊，暑假作业要做不完了。对，我差点忘了 FF47，然后是暑假的不知道几号，是不是？算了，忘记了。九可你好，欢迎来到离开冰的。感谢大家，今天我们稍微简单的继续练歌，就是每天练一点，然后到8月底，我们再一起决定，我们究竟要投哪一些歌曲哦。啊，是咕噜斯吗？咕噜斯你好啊，我们一起欢迎咕噜斯刚到底的离开冰的，谢谢咕噜斯的降落。今天是姨妈敲门的第一天。猪猪基本上精神力是完全被抽走的状况，如果一不小心烹掉的话，请不要在意。对，因为本人的频道平常秉持着这个精明干练的初衷，今天时不时会烹掉，那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精神力正在一点一滴的被姨妈抽走。咕噜斯你好，午安，会记得吃一个中昼饭的吼，开台辛苦啊，谢谢你们，这位是社号吗？你好啊，对不起，不是社号，杜号，对不起，我把杜看成社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997灵鬼你好，哦，不行，天哪，我本身就已经很阅读障碍了，姨妈来之后更加阅读障碍。欢迎你可以杠咯，很开心可以看到咕噜斯，午安。开太辛苦了吼，对，然后也不好意思，今天你们会听到的是很软烂的猪猪，对。那今天啦，我原本是在我的周表上面是设定说，今天应该也是有一些暑假作业哦，一些什么文件要汇整要整理的，对。但是我还是很想念大家，觉得还是稍微简单的开个台，开个短时数也好啦，每天小小的练一下，我们练到8月底再看说要投递哪一首歌曲这样子。永恒厉害，福利熊，我又回不了家了啦。对，今天这么软烂的状况，应该是有足大的机会是无法度回去我的厝。啊，不过我现在在我的厝呢，有看到无？我后边的这神主牌啊，阮公妈牌吼。啊，都要打嗝一下。小天你好。哦，你说阿印师事件吗？对，阿印师他就是我记得初见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改名字，然后从今而后他就真的改名字了，他就真的把他账号改成广义。然后从今以后他就变成广义之后，然后还被我赐名阿印师这样子。对，我们广义事件再次发生，不好意思，初见就被改名。哎呦，精神力被抽走，没有办法。所以杜浩先生，如果下次来你突然变成了社号，我会很开心，对，但没有关系。对，希望你别介意哦。今天圆满了，已经达成今天的任务了吗？啊，今天有什么任务圆满了？他娃吗？不对，今天猪还没开始练唱了，怎么每日一崩啊？次名，永恒先生是。不是，就是小女子真的不是有心要看错，但莫名其妙就是眼瓢就这样子，对，不好意思啊。而且今天姨妈来访，其实实在是不太适合聊天，我觉得我还是唱歌好了。
反正注定回不了家了，没差这一天。对啊，但是回家这首歌哦，我其实还蛮开心，就是有这个契机去把它练熟练会啦。因为顺子的歌在小时候其实我知道的歌，朗朗上口的歌大家应该都听过，可是你要直接去练顺子的歌，我还真的没有练过半首顶多就是副歌的部分，就大家一听就说哦这首歌，可是要从头到尾仔细的去琢磨这首歌，或者是顺子的任何一首歌，我记得我好像还真的没有一首会唱的。对，然后就记得很像2024年的金曲奖的部分，顺子很像有去当表演嘉宾嘛。对，他又把回家搬上了这个金曲奖的舞台上面做表演，然后不一样的一个风格的演出啦。对，我觉得都很好听。每人一捧，你们好坏哦！每人一捧是吧？好啦，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前2天会有掉落物的那个捧了，像赞助一样会有掉落捧我就觉得那个掉落物还挺有趣的，因为上次的掉落物我把它移到最下面去啦，就是那个弹珠的部分，我把它移到最下面去了。对，然后基本上它现在还是会触发掉落物，对啊，只是弹珠台你们暂时看不到。对，然后我就是反正我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永久把它放在那边，只要有站住的话就有砰会掉落下来，大概是这种感觉。对，然后你之前还变成小夫，我有叫你小夫那请问小天你旁边的季安去哪里了？我居然叫你小夫是吗？可能你每日都有可能会没什么不合，你给我讲出来不合，你给我好好恭维不合，然后现在不合好坏哦，超坏什么每日可能都会没什么，好，每日可能都会没烹啊，这样好不好？反正你们喜欢超译我的意思，我也要超译你们的意思哦。什么啦？为什么你们都看得懂薄荷想讲什么啦？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面补，像他是没有迟到吗？等一下，好 ，OK。而且我昨天其实我记得一整天也是在拼一些文件类奖项类的东西哦。然后，哈密瓜现在是赞助了是吧？但是为什么没有听到那个通知啊？通知是没上工是不是？通知你要被打屁屁了，通知要被打屁屁了。好，我再把那个按钮重新更新一下哈。打屁屁了，通知。我刚刚讲到哪里？而且刚刚哈密瓜先生，请问有看到掉落的砰吗？没有也没关系哦，代表着朱蒂卡今天已经砰过头了，掉不下来了。什么啦？原来是泡吃的部分。等一下，我完全没有会意到那边去。好啦，4.0吼。4.0在请新赛的时阵，拍一个真正就无代扣，我真的无法度，超坏的。我超意识看看吗？没有，我刚刚的脑袋转不过去。对，我基本上现在这个状况无法超意。对，一直说要瓜哥，等一下，阿瓜，你直接被叫瓜哥。原来你是我们的综艺之神瓜哥。通知今天也姨妈来不好意思。通知，等一下哦。通知的部分，我刚刚有把它打开了。对，那如果等一下你们想要玩那个掉落烹的部分，如果它还是没有反应的话，代表他姨妈也来了。新秀离离合，有没有看到那个？回放，等一下，对不起，回放，我还是忘记关了，等一下。我
都已经救命，已经要半小时了，半小时要过去了，我真的不能再讲话。总之呢，我们瓜哥刚刚已经有替我们测试掉落物，很像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掉下来的状况下，然后不晓得通知到底是不是也是姨妈来的这个状况下，对，但是我还是会帮你们注意一下旁边的那个站住条，至少有跑齁，对，至少他努力的在显示中。谢谢阿瓜的赞助，也谢谢店先生这个月嘛吹了起送诺诺1个月的高阶会员迫害回馈，以及我们瓜哥这个月嘛是吹了起赠送才1个月的高阶会员回馈。我只能说，总裁们你们带的真好，我们新任总裁适应良好，他们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知道怎么迫害对方的形状了。对。我们目前新任总裁很像就只剩下水母先生依旧清纯善良，不是，他没有清纯善良，他每次都来这边放葡萄干搞不好下个月就换水母先生吹了气啊！水灵在路上，等一下完蛋了，水灵在路上他要来揍我有个问题，像要掉下来的碰到大小还能调整吗？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对，我想调整到最大吗？还是最小之类的吗？其实是可以随机调整的。对啦，好啦，我准备唱歌，我准备练歌，不然水灵真的要来揍我了。没日任务，好啦，我今天就碰到底哦。今天精神力这个开台半小时，感谢姨妈这样。然后尝试什么伍佰老师的歌吗？我觉得都可以耶，因为到8月底以前都还蛮多时间的。我只是今年我特别希望我把那一些奖项企划书都可以提早完成的话，我会比较放心，因为毕竟8月份还有蛮多有趣的或者是比较大型的，不管是学术研讨会好了，还是一些联动企划。对当然其实我时间算下来，临时抱佛脚其实也是做得出来啦，但是我觉得今年有刻意把这些东西我先提前一些。对，然后还有高阶会员回馈，因为托大家的福，就是我们可能数量变得稍微又多一些的状况下，我也希望可以巩固更好的品质，跟再增加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些可能大家可以吃得更开心的相爱相杀的料理，或者是杀得更开心的。对，毕竟我们每个月都坚持不重复菜单的状况下，我们已经可以做成一本菜单了。对，那个菜单已经有想法，真的要做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在下半年再来跑好了。那基本上我这部分我就真的会先去请问一下牛妈的部分。那个你们帮我盯着牛妈，叫不准给我乱开价钱。他每次都不收钱，要不然就只收50块了。就我们延续4年的高阶会员回馈的部分，我们要非常坚决的把它做成一本属于本频道以及我们大家可以收藏的独一无二的菜单。我们就打算聘请我们的牛妈听我们排版，对，但是请他不要再给我乱收钱我觉得这个计划在下半年会让它慢慢进行这样。对，而且我们菜单要把它排的真的是有那种台式，我是想说台式热炒店，或者是那种反正一看就知道是台味十足，但是又不是牛妈看的眼睛会很痛的那种很长辈形象的菜单。不会，我们会把它做到真的很像是很有主题的那种热炒店的形式的菜单这样子。对等一下完蛋，半小时，等一下我追完聊天室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家，如果有机会把它唱成回家的形状的话，如果回得了家的话啦，我觉得我有机会啦，一定回得了家啦，毕竟现在才7月初。然后接下来孙盛熙的歌我也想练看看，所以就一样一路练到8月底，我们就一起再来决定，对，看要投哪一首。那想说什么要调整，或者不知道说关手交出去涛谢谢你看
姨妈来临的朱蒂卡那个专注力就差这么多，你知道吗？因为没想到提醒那么明显，但是就觉得真的姨妈来的朱蒂卡就是这个死样子，你们必须明确的提醒我，就像我这辈子就是没有一根神经听得懂对方的告白一样的感觉，你们懂吗？对，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告白，我真的是神经出到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听懂人家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哎呦哎呦，好了，你们知道就好。还蛮多时间啊！没有，阿瓜哥，我要唱歌了。哦，对，软烂猪猪嘛，对不对？哦，猪是菜单。对啦，猪是菜单啊。对啊，牛妈乱收，提醒牛妈要乱收钱不是？你们是谁把那个瓜哥阿瓜的那个备忘录先拿走？他在乱记一些奇怪的东西。对，一瓶养乐多，那我要效仿福利熊，一瓶是吗？我送你12箱，个尬姐的给能哥，5分钟，一选你和早安嘛，中岛安中岛贺吼。小男孩乐团没考虑吗？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其实这些歌都唱一轮也没有不好啊，因为基本上未来在歌会，不管有没有投啦，就是你学新歌都就是之后都有机会哼唱。怎么救护车？完蛋了，水灵要来揍我了，他顺便把救护车请来了，完蛋了啊！是水灵，完蛋了啊！我唱歌，我先唱歌好了，不然等下上救护车的人就是我啊！完蛋！好啦，等一下，我唱歌啦，福利熊来呀，唱嘛啊！我这个西里和思思你好，我爱，好啦，我唱歌啦，你看，连救护车都先请来了。他叫我该唱歌了，好来，要扣掉。对哦，我今天光是 loading 就跑了10分钟嘛，谢谢阿哥，阿哥是谁？对不起，感谢阿哥保了我10分钟这样。你看看，回放没关，曾经有人跟我告白吧吧，难怪杂谈的失去。等一下，不是就想跟他们聊天也不行，我就是想跟他们聊天，都不要。对水灵考虑周到，免得就是万一就是对出拳太大力，然后还要再叫，还要再等，对不对？干脆一起先准备好这样。店先生你好，刚才你上咱小妹仔诺诺一个月这个。上贵的迄个会员的迄个啥会，这个月要做啥？无跟你讨论嘞。总之，感谢店先生送出了1个月的迫害给我们家诺诺妹妹哦。所以现在多少？已经扣掉10分钟，44分了。不是哈密瓜先生，你不是在保我吗？就是害我这样。龙飞你好，然后。これが EDBASU 好，你好，然后晨晨你好，就说为什么又要加一箱？不是，我已经有12盒了，不缺啦，福利熊可以不用再给我1箱啦，不缺啦，真的不缺啦，好不好？好啦，我唱歌啦，来，我们真正 echo 传我好势啊，吼。来，好啦，真的唱歌啦！来，然后我这2天要来清一下那个风扇，就是电脑风扇的灰尘了。对，感觉它有一些杂音跑出来了，咖喱，反应过来。对啊，我想说，感觉这个文字看起来就是意图明显，想迫害朱迪卡，完全不能在你们面前软烂一不小心就会被迫害。好啦，我们看今天，但是稍微第2段是不是有办法稍微再回家一下下？不过，整首歌可能还是暂时回不了家，但是。
至少第一段先唱熟。好，等我一下哦。OK。我还不明白，我先清唱一下。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啊，等一下，歌词是什么？我打回家。然后 Google 帮我搜寻暑假作业到底怎么回事？回家写暑假作业，他怎么知道我现在暑假作业很多啊？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我昨天查了一下翻唱这首歌的人，真的很少，非常的少。对，诺诺，你结束了吗？诺诺，你结束了吗？诺诺，我就知道好吃，对不对？我们有那个奶茶味，就诺诺也吃到了伯爵的味道，对不对？再想要玩多大，怕诺诺吃不。没关系，店先生，我们来日方长，我们这个月先牛刀小试一下。对，我知道诺诺最喜欢吃芋头了，我们不如帮他加个简单的芋头，先这样就好，也没有关系。对，都走宫庙风，加个码没问题吧？宫庙风吗？对啊，朱蒂卡新义庄宫庙风啊。诺诺你好，欢迎你的降落。诺诺啊，姐姐上次在练这首歌，我觉得我一度回不了家。对，虽然讲今嘛伫咧温刀咧唱歌啦，哎呀，诺诺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那个行猪白样？那个猪是列祖列宗都在那边看我唱歌哦。欢迎降落，诺诺已经入迷你。你好，肉肉，吃完一个了，你好吧，诺诺。姐姐的冷冻柜还有多做了5个要给自己吃，因为好好吃哦，有满满的香料奶茶味。然后燃烧神教礼盒啊，诺诺姐姐打嗝一下。然后诺诺啊，你又延毕了，你有没有很开心？我们店总裁就是对，直接又送你1个月的延毕哦，对，欢天喜地的收下吧，欢天喜地啊！好，然后也谢谢糯米粒们，我们今天来练唱一下。好吃哦！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
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我不需要葡萄干，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分手啊？忘记一去不再回头。Be here, just be there, my world 卡痰，啊，回不了家了。啊，打起精神，朱迪卡，啊，回不了家了。我需要你，哈哈。回家，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哦，B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对啊，我想到好快乐的事情哦！我看到你们就好快乐，这样可以吗？哈密瓜先生，你不要把2个字打出来，这首歌会回不去。这首歌我们要很沉静、很沉静的这个氛围，对对，一旦回不去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你们知道去年的指定曲？你们知道去年的指定曲，对，也是被完成了一个对回不去的形状，对，但是我还是努力把它唱完了。FK さん上班哦，帮猪猪加油，谢谢谢谢。我令先生立马来呀，刷得来喜大姐哦啊，回不去了啦，哈哈，我又回不了家了，还推伤啊，那个。
降落给猪猪一个，为什么诺诺降落是给我葡萄干？诺诺降落应该是给诺诺葡萄干啊。只有德国布丁可以加葡萄干吗？不要，水母先生，要加你们自己加，你们可以去买那个什么你们最喜欢的什么三叶牌呀、对不对？新秀里里赫，对我卡了，没错，我们要沉浸。为什么一直笑场？他哇，一直在笑场，没有自己的问题，我从在台上偷笑。好了，回不了家了，流连忘返，难以忘怀。好了，我再听一下，他有一个地方是怎么唱的。看一下，嘿，你好，他可以回家，马上回家，别再哭，就让他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别说分手而已。有这，好，这里我，哇，姨妈来真的不知道唱不唱得上去，不过反正就试看看吧。好，我把声音关掉一下，你们先听一下《嘎吉迪亚狂想曲》。好哦 ，OK， 等一下啊。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有卡，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好哦，好要睡觉。我觉得我应该是会那个倒破在那个街头，你知道吗？回不了家。好，我喝口水。这里已经不只是改词大佬了，扰乱朱蒂卡的你各位都是哦。多亏了久住情烟，我们才能认识新秀儿，没有错。遥想去年，对，就好的一首数到10。也完成了一个那个什么中原普渡的形状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看我这样，对，就我们挚爱也变成了吃饭歌了。这歌真的很难唱，原唱唱法很难模仿，对，没有错。所以我是偏向说，反正7月初就各首歌都练练唱唱吧。对，各首歌练练唱唱，然后之后把它变成自己的唱法之后再看看要投哪一首，对，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然后可能7月初暂时回不了家，那就回不了家，对，然后看一下，回家，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
家，马上来我的身边。Be, 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回家。好，其实这首歌练熟之后啊，它其实比较适合站起来唱，对。但是姨妈来袭，我觉得我还是偷懒坐着唱吧。然后啊，顺子在，我记得在那个年代真的很屌，对，他真的是行走的 CD 的其中一位，超屌。好，我们再来练一次看看吧。我们今天暂时回不了家，对。流落街头的朱莉卡，记得带我回家哈。等一下，为什么要有救护车？我明明有好好在唱歌啊，水灵，我有好好在唱歌，你怎么又带救护车来了？好，不要揍我，我在唱了。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我需要你。
我真的觉得我要倒卧在血泊之中了。这首歌不能在生理期唱啊！哦，救命啊！哦，不行啊！我们先练别手啊！哦，这首歌是不是需要那个朱莉卡很有精神的时候呢？哦，不行，会出人命。哦，谢谢，好听吗？我回得了家了，是不是？哎，谢谢，感谢降落，是情丝的降落吗？哇，谢谢你的降落，好感谢。哎，我们的那个降落通知上工了，感觉抖内通知也上工了。对，待会如果有抖内的朋友，如果他又没上工的话，可以再跟猪猪讲一下。谢谢，感谢你们的降落。猪猪呢，今天是姨妈来袭，虽然说姨妈不会揍我，可是她把我的精神力全部抽走。对，然后我们这位是频道转移地震与闪电僵尸，你好，这是那个礼盒，像是召唤猪猪的精明干练吗？这是那个，我很抱歉，今天精明干练不在。今天精明干练不在。哦 ，OK， 然后好，等我一下哦。好，喝口水。然后目前就是在练习今年度金币奖的指定曲哦。不嫌弃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看看下方的，我应该在资讯栏有整理好了这几首歌。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报名啊，练唱，然后可能未来开歌会都会有更多的新歌可以做选择，这样子。对，那猪猪基本上往年都就觉得暑假很有趣啊，暑假因为金币奖的关系，就会开始努力整理企划书啊，然后练歌啊，已经变成好听 Q 的。哦，谢谢欧队先生，哦，谢谢。对，所以我今天有唱成回家的形状了吗？我前2天真的回不了家欧队先生。小时候听就知道说副歌怎么唱，可是完全不会唱整首太难了。对，谢谢。而且今天的棚到底有没有掉落啊？对，还是说那个就掉落1-2个，猪猪没看到，也没关系。谢谢欧丹先生的赞助，然后猪猪给的画面真的很像在家门这个滑倒的解剖中。对啦，这首歌不能在生理期的时候唱啊，而且我只是先熟悉他的那个声音哦，就是之后你要把它唱得更细致的话，你的那个气息啊，要知道配在哪一段。对，所以刚刚就是先这首歌习惯之后，我再想一下要把那个有一些比较细致的气息，不知道配到哪一段去，我再来思考一下。哈密瓜先生，瓜哥，你有看到掉落的棚吗？我刚刚是棚掉了吗？我刚没看到掉落的棚。我就知道，然后你们就会回我说本来就很蓬。哦，有掉落的棚吗？我怎么没有看到？这首歌就对，一直回家，我想回家，很猛顺子，只能说他全盛时期去诠释这首歌真的超屌，浑然天成，对。高知老师你好，高知老师你的舌头还好吗？有比较好一点的吗？而且我今天的 B 卷是太大声了，把它转小声一点好了。啊，姨妈遮掩吗？我刚真的没有看到蓬掉下来，我没有，一定是因为不够蓬啊，所以就是没有看到掉下来的蓬，那个很正常啦。来啦，我们就先别在意蓬了，反正这只猪没有蓬过。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来练习新不了情哦。一下，好。然后就是最近猪猪已经把我们那个周边的数量都整理好了，谢谢你们在最后的一刻把生日周边的背心的最低音量帮我们冲到了，谢谢面线们，
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没有意外的话，7月初就会送印，就是我们的生日周边了。对，谢谢大家，谢谢。对，有气无力的感谢大家，好不习惯。但是我刚整个精神力被回家都抽走了，倒破在那个家门口。对，就像他娃讲的一样，恢复80%了，现在就要慢慢长回来吗？好，大家都要注意保重身体哈。猪猪要吞1000根针了吗？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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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唱过那首歌诶，超啊！我没有说谎呐，真的没。好，接下来新不了情。好啦，谢谢你们呐，好像勉强可以回得了家的哦。等一下，我要更新歌单，我要去哪里更新？完蛋了！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要把新不了情放上去，我要放哪里？好，这里。今天的主题卡不是主题卡啦，救命！我们看一下有气无力的新不了情有没有办法唱哦。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
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是笑乐的降落吗？笑乐，刚强烈降落，欢迎来到的迪卡宾的。我们谢谢我们的笑乐带着他的校友降落到猪猪的频道了，谢谢谢谢谢谢练哥加油吧！好，笑乐谢谢你，谢谢。对，猪猪今天姨妈敲门，所以我刚刚其实一度倒破在那个自家门口回不了家。对，因为我们这次金米奖呢指定曲的其中一首歌《回家》实在太难唱了，我回不了家了。谢谢你们的降落，哇，看到你们好开心。我看一个哦，有公鸡 chicken， 黑洋洋你好，沙鲁来西，我看一个吼，恒吗？你好你好，我看个有啥人吼，伟成你好，建勋午安午安，大家好。沙鲁来我看一个哦，吼。那我看到各位啊，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降落。那猪猪暑假期间比较忙碌一点，然后基本上虽然说还有暑假作业要做啊，就是我们一些吉米奖的计划需要编辑，然后还有可能就是8月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研讨会，猪猪也要努力的把我们的 PowerPoint 这个暑假作业把它赶出来。对，还有一些奖项要报名巴拉巴拉的，所以这个月开始会比较多短时数的练歌。对，即使在忙，但是还是希望至少可以抽个1-2个小时跟大家聊天啦。好啦，是我私心啦，对，我私心想跟大家聊天，想大家。对，谢谢你们的降落，也谢谢笑乐，爱给爱给一个地加崩啊，爱给地加崩啊。哦，我现在生理期真的规组害了了呢，讲话袂晓讲啊。我自从我咧学台语了，我国语已经袂晓讲啊，我即摆连台语拢规组害了了，你是要怎？我有一阵子就是不知道前阵子去年吧，努力在学台语，把它讲回来，有没有？有一阵子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国语歌也不会唱了？对，就去年在录那个台语我们 DOB 专辑的时候，有没有？哦，我真的国语歌都不会唱了。对，就是有一个阵痛期，就是国语歌不知道怎么唱，因为那时候在努力在研究一些台语的咬字，还有那个促音跟那个什么合口啊，然后一些什么喉音啊，什么鼻腔音什么的。我记得那一阵子我不会唱国语歌了，然后连国语都不会讲。对，然后今天生理期，我所有的语言系统全部都被姨妈带走了，这样。对啊，嘿，你好，谢谢你们今天来找猪猪倒在门口，然后被迪卡拖回去。等一下，原来我家住了这么多只猪是吗？好久不见，唱歌好听吗？真敏感嘞，谢谢。哇，不成，谢谢你。你嘛是吗？呵，刚下烧了吼，我嘛是啦，我等下吼，差不多搁开台应该是到1点左右吧，我就会去休困啦吼。不过嘛无时间休困嘞。哎呀，我今天虽然说是短时数，可是我觉得还是想陪伴大家12点半1点啦，好不好？舌头打成中国结，我靠！对啦，我已经不止中国结了，还死结，拆不开了这样。该不会讲话有台湾国语吧？我觉得台湾国语还算是小事情就是因为恁咧讲那个台语的心就是合口音嘛，心中啊，我心肝内，我心内有江黑的心有无？对，但是你在唱国语的心，你就不能合口啊，国语的心你就要心过去啊。
我的心脏，但是你不可能讲我的心脏，这样就会很奇怪。所以那时候有点头脑错乱，这样。恰恰厉害，薪水强盗报道，就是不止台语说不好，连国语都讲不好了。对对，完蛋了，两种语言都毁灭了，你知道吗？然后还短暂的变大舌头，对，好笑哦。对啦，对啊，所以那一阵子，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笑的阵痛期，哎，对，反正好，不管怎样，不管怎样，就是对我觉得有时候学东西就这样啦，你一阵子，就是可能会有撞墙的状况，可是那个撞墙期反而是最重要的，撞墙期代表我把它当成是一种，就是你在进步的表象。对，因为有些人会很讨厌撞墙期，觉得自己没在进步，但是偏偏你撞墙期出来了，代表那个就是进步的表象。因为通常撞墙期越过了之后，你就会往前跨一大步。但是你什么时候越过撞墙期？哎嘿，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最难熬的时期。但是把它熬过去之后，你再回头看，哇靠，云淡风轻。对啊，可以改英文吗？我觉得我还是唱国语好了。我的英文很烂，萨萨给用日文发音也是可以是吗？好，对，日文还 OK 啦，你不要叫我讲英文，我会死给你看。比唱回家还难，你知道？我知道了，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刚刚我一度认为我回不了家，我会倒步在我的家门口，但是这样想了一下，没有错，痛苦是比较出来的。今天想象我要用英文唱回家，哇靠，超痛苦！我突然觉得国语的回家不算什么了。来，我们快点再练一次，我觉得可以了，太棒了！你们用英文激励法来激励我唱回家，我只能说你们选对了。因为你叫我唱英文，我会直接人生毕业给你看。好，我找到唱回家的动力了。对，只要它还是中文，我就还可以唱。好，直接变成平舌发音了。然后张三丰说的没有记住，全忘就对了啊！太极张三丰超好看的，小时候很爱看。丁先生，你处理啥货？你讲处理诺诺的迄订单票啦？哎呦，真正是处理好啊呢！丁先生，感谢你的爱屋及乌，感谢诺诺真的喜迎我们7月份的高阶会员1个月的回馈，我们又延毕了，诺诺，姐姐爱你哦，姐姐，祝福你吃得开心哦，水灵宝贝，完蛋了，水灵宝贝，我有很乖在练歌哦，可以唱 Lady Go 吗？不，水灵宝贝，谢谢你，我们这个英文激将法，我认为我的回家可以唱得更好，谢谢。只要不要叫我唱英文，我都愿意努力，好不好？什么 just go home 这样子。之前有位电视艺人说用英文唱妈妈恰利亚波点，哇靠，也太厉害了吧！好，对，诺诺喜提2个月回馈吗？应该是刚刚那笔订单，然后店先生把它付款完成了吧？没有意外的话。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又有一笔？是不同笔吗？等一下，36，等一下，是不同笔吗？等我一下哦。完蛋了，等一下诺。等一下，塔瓦是你吗？塔瓦你也出手了吗？等一下，所以好，我结算一下，诺诺他不止延毕，他还吃到8月，然后接下来9月要领蛋糕，是这个意思吗？谢谢我们面线哥哥们，果然真的很爱诺诺。对，诺诺啊，你在天之灵啊？不是，诺诺你有听到吗？诺诺姐姐好欣慰啊，面线哥哥都也很爱你哦，诺诺出来啊，诺诺，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姐姐啊，今天姨妈来临，老破血泊当中，只能在家里呼唤你啊，诺诺，快出来啊！诺诺躲起来了。
所以店先生送他7月份，然后塔瓦你送他8月份，然后接下来9月份他又要喜提一颗芋头蛋糕了。好，我们塔瓦我们低调，我们为善不为人知，我们就说是长腿他懂，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就说那个就是这位就是诺尼那个8月份的那个总裁啊，为善不为人知，他不想让你知道他是谁，你就叫他长腿他懂就好了。对，我就这样回复他，这样好不好？谢谢你们的爱戴，对，感谢你们这么喜欢相爱相杀，对，一来就来不是少哥，不是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事情，对，长腿叔叔。小喵喵，我真的觉得我们家高跟鞋总裁真的是女人狠起来真的不比男人就是没男人的事情，你知道吗？要比凶狠，果然女人一凶起来，真的男人要靠边站。对，就我们家面线真的都很绅士，我们家面线其实都很让女士。对，因为我们家就是总裁们，大家都说总裁可能很自然的会想象成说应该都是男性，但是我们家的高跟鞋总裁就是2位女总裁，非常非常的受到宠溺吗？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但是我只说我们家面线非常绅士，都很让他们所以我都常说，我现在不只说兄弟啦，我还会说兄弟姐妹吃点心咯，相爱相杀咯，这就好欣慰啊，兄弟姐妹们之类的。好啦，小喵喵，谢谢你帮我通知诺诺。真的女人在凶狠起来是没男人的事情姐姐对着弟弟微笑，弟弟笑得浑身发寒，没有错。好，好 OK， 谢谢大姐，他是长腿叔叔。好，我就这样子通知诺诺，好不好？你刚才先投了，然后你以为是店先生塔瓦，谢谢你。而且我在此公告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我们尊爵不凡的耆老长腿他总对不起，叫你耆老会不会难过？明明他娃很年轻，为什么叫你耆老？因为您是我们年资第一的耆老他总之外，你知道你的年资已经快要步入70之年了吗？来，请告诉我70之年是什么？我只知道60耳顺已经很了不起了，在本频道我记得我没有高阶会员开这么久，至于他娃是怎么加到70之年的这个可能要这个绿界卖场一开起来就一目了然了，知道吗？因为本频道这个绿界卖场有一次头半年1年的这个算是比较有趣的卖场然后我们他娃有一阵子就是最高阶的3800、3200以及我们的 YT 三方一起加总起来，以至于他的年资已经要到耆老之年了。来，70之年是什么？什么薪资什么忘？他娃，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智慧的长辈，70之年是什么？古稀之年是不是？他娃，你要步入古稀之年，我靠！而且你知道吗？他娃他还有一颗蛋糕，他娃的古稀之年的蛋糕其实我有想安排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因为他娃很可爱，他还特别帮我去查说，因为他娃知道说，猪猪的高阶会员回馈都可以的话，都会喜欢尽量配合一些本土的一些原料或者是一些内梗，然后做出来跟大家相爱相杀。然后他娃其中一个节日帮我查了那个99重阳敬老节。他说来，猪猪，我已经帮你查好那个很本土的那个月份了，那个有那个什么敬老节，有那个什么，好像还有什么，很万圣节暂时不算了，还有双十节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看了一下99重阳敬老节，我怎么看都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古稀之年迎来一颗敬老蛋糕，你知道吗？所以他哇，我当下看到古稀之年的时候，我觉得哇靠，好想做敬老蛋糕给你哦。我就想哇靠，年资70敬老蛋糕，对，我觉得可以安排看看。可是我也在想说，因为你一旦敬老蛋糕放上了一些
好，我们假设我们放假牙，好像也没有不行，可是又会觉得啊，这样会不会又好像有一些针对这些长辈长者，有一些把他们贴标签，所以我反而会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这颗敬老蛋糕我要怎么呈现，才可以兼具尊敬、尊重，好，以及真的就是算是怎么讲，这个古稀之年的这个庆祝的意味比较浓厚。对，就希望不要让大家觉得说这颗敬老蛋糕是拿来嘲笑意味，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对，所以我在想一下上面要用什么东西。对，大概是这样子。对，总之真的很谢谢我们家的，反正就不管哪一层级的会籍，都谢谢你们每个月愿意信任猪猪频道，把你们的娱乐费投递在猪猪的频道，这样就是因为如此，我其实每个月我都就是绞尽脑汁在想，说我到底还有什么尽可能不重复的回馈于你们，然后大家又可以玩得开心。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连在频道很久很久的总裁之外，然后迫害卖场也没有想到大家玩得这么开心。甚至我们那个福利熊已经玩到就是百岁人类了完蛋了，被他听到了，我又要葡萄干了真的耶，福利熊他是我们爱屋及乌代表耶，他那个送出去的那些迫害的回馈加总回来他身上，他像是百岁人类，你知道吗？像是见到他要敬礼，我叫他百岁人类福利熊，知道吗？对不起，刚被道歉，好，对，希望他没听到。完蛋，我觉得一定有人过去遮掉杯啊，完蛋了。好，大概如此。我只想谢谢大家，对，我们把这些相爱相杀转换成感谢。7月份呢，阿崔的菜单我会再跟他讨论一下，因为7月份阿崔的菜单提出来挺有趣的，只是我担心制作上面真的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可以重现。不过我思考一下是否真的有办法做出来。对，有办法的话，我就会跟大家确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对，那个东西不迫害，那个东西很可爱，只是它难度比较高。对，好像什么从心所欲，是不是？所以到底是古稀还是从心所欲呢？塔瓦，总之我们70大寿塔瓦祈老，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您的敬老蛋糕在99重阳节为你献出，好不好？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好，谢谢丽雪。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子。古稀之年到了骨头，对，我们长者们真的经不起摔，好不好？我们下次看到塔瓦，你们现在看到塔瓦，你们做好事可以积阴德的这个时间就到了这个机会就来了，然后扶塔瓦过一下马路马上阴德就积起来了，对不对？做好事，对，我们看到塔瓦马上扶一下，我们老天都会觉得说乖孩子，给你一点福气，这样好不好？谢谢塔瓦，谢谢塔瓦。塔瓦一定觉得今天打开 YT 的方式不对了。古早味拜拜蛋糕是不是很适合丢葡萄干进去？的确很适合，古早味拜拜蛋糕只要不是我吃都适合。对，只要不是我吃都适合。去南部弄假牙，那首歌很好听，我知道。然后人生70古来稀也没错，是吧？古稀之年，对不对？萨库拉桑，我刚看到你啊！萨库拉桑，你刚好看到咱最近的shorts，我们最近的shorts很像萨库拉桑，你有被剪进去欢迎可以过去看一下。当下您是怎么吃瓜的？对，怎么迫害朱迪卡的？我真的非常开心，我们的新朋友一过来就来迫害我积阴德，对，不要扶他吗？可以啊，你们扶他代表人家说你们扶长者过马路，帮助长者，你们就有福报，好不好？看到他娃就扶一下，知道吗？扶他娃过马路。我跟你讲，恰恰，我去年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今年知道了，我不要讲出来。对，我去年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今年成长了，都是你们教会我的。我觉得就连富田姐妹也是你们告诉我的，你们真的好过分。YF 先生他们真的很过分，绝对没有迫害猪猪迫害，哪有？YF 先生都是你们。谢谢，我觉得我讲完话了，谢谢你们，我继续喝水。
是你们，对，不合，我们都听不懂，对，车速太快了，我觉得我们被落在后面没有关系，就让他们去开车吧。哦，瓜哥黑人问号吗？瓜哥，对我也什么都不知道，瓜哥，对我们这群单纯的哈，不要知道比较好，知道吗？可以啊，可以扶他啊，哎，祈老哎，对不对？我们会有福报。我只不过是想让诺诺以为只有1个月的时候喜提1+1，没想到不会到你身上来。没有啊，没有，我们诺诺还是喜提1+1，没错啊，我们诺诺还是喜提1+1啊，因为只能说他娃也蛮会玩的，对，对，只是就是刚好嘛，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爱屋及乌的耆老们、长辈们、我们的大佬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就是表扬一下我们年资第1名的耆老他娃。快点，我敬老蛋糕，让朱蒂卡思考一下要怎么玩哈。敬老蛋糕，然后最高上一拉塞，我们在我们气质中听到啊，你说富田姐妹吗？我跟你讲不成，你听姐姐说，这些都是面线告诉我的。我还去查什么是富田姐妹，让我查下去，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觉得我那天网络用的够多了，超后悔，你知道？好啦。我刚刚还在讲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回家了，对，因为你们叫我唱英文歌，我突然觉得我回家可以唱得很好了，谢谢。然后迪卡的福报吗？没有啦，你们去，我跟你讲，你们去找他娃福报，就真的会有福报，好不？好，毕竟呢，年长70岁耆老要好好对待，知道吗？薄荷你不知道。好啦，很快呢，12点半了，我的短时数真的。时间休息来的不啊！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在追杀我的工作了，不行，我觉得我还是今天要开到1点陪伴大家。对，等一下再对1点再来被追杀。这不是选一个不小心前面，对，我跟你讲，对，这个就是关系到高龄化社会。是全球性的一个深刻的现象，好不好？所以我认为不行，我不能再聊下去了，再聊下去我1点到了，然后我还没唱半句歌。对，好，我们先唱歌，先不要讲干话了。我看一下哦，这首歌真的好高难度哦。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又讲太多话了。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回家吧。今天至少有一点回得了家了。好，1点休息到4点再工作。其实我姨妈状况倒下去随时可以秒断电可是好危险哦，不行，工作被追杀了，我们要好好的回应工作。但是请让我陪伴大家到1点，我再去好好的回应工作。下次还敢？现在开嗓啦，才不是话太多。哎呦，我又讲太多话了啦。而且他这一段而你，他其实之后的音会再上去一些，对。但是我先把整个曲调先把它弄熟，再决定之后要怎么唱。F 给1路上，谢谢，感谢哦。对啊，每次看到大家过来跟猪猪聊天都很开心。虽然说今天姨妈把我精神力全部抽走，但我可以，我们一起回家吧，面线们。该回家了。给他孙无忧好了不啦，不是
有带代志讲完哦，有哦。好啦，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Be here, 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我需要你。泡饮你好。回家，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原来子孙无友好，有啦就友好的啦。我回来啊啦，兄弟啊，我回来啊啦，恁拢就友好的啦吼。回来了啦。
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再花1-2个礼拜应该差不多。对，我们先行回家，我们先行回家，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练其他首歌，这样子来，嘿，风台特别大呀，紧回去厝内底真的这个礼拜这个巴威真的感觉很威大家都要注意安全他好胖他真的超胖的，我觉得搞不好有机会全台都要放假了。喝口水猪猪台风来的迷路在路上吗？对，所以我先快点在台风来之前先唱回家，好不好？所以我快点先唱回家，勉强可以回得了家了。头七回家。所以布希米亚老师，我其实前2天在练这首歌的时候，就一直，因为本频道的那个下的背景氛围实在是太适合给他孙武友好不好？头七回家，你知道吗？顶在公妈的面头前咧，祖先啊，公妈摆的面头前有无？顶在祖先面头前咧唱歌，唱这首歌，好亲像会出山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台式的这种地狱内梗对。而且这次特别要把那个祖先牌位做进去，也是我就是还蛮执着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李白老师，他真的完完全全不暇思索的，好，猪猪我帮你做神主牌位是吗？对，行猪白他真的帮我画出来了，好屌而且还上香这样。对这些都是我最接近我的台湾味，就是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东西，然后想把它放到直播间，其实也觉得，因为这个是属于台湾的东西，对，所以最让我觉得我们更加的要去好好的珍惜的这些元素，完完全全就是希望它可以陪伴着我在这条路上这样子。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老于怎么还不回来？我回家了啦！虽然说不是唱得很好，可是还是回得了家了啦。要囤一些食物在家吗？瓜哥，遥想我去年其实一度有点羡慕我们家的囤积总裁们，我突然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囤积了。因为在咧风台铁要来的时阵，冰箱无物件通吃，真正是巴肚有够枵的。迄当阵我就雄足新鲜，阮兜的总裁，因为因都在囤我的物件，因都在囤我做的物件。那一瞬间，我突然懂了，为什么他们想囤积了。养兵一时，用在什么？用在什么？忘了。养兵千日对不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不是养兵一时用在千日。我在讲什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对，我们囤积也是千日用在一时。我真的懂了，完全懂了。谢谢总裁教会我的，囤积千日用在一时，原来是为了台风天所以我今年也囤了，我囤了5颗我们的花椒布丁塔。我另外再帮自己囤了1盒我们上个月的3色豆蛋糕。就这样，不敢再囤了，因为我担心我会拉肚子，我不能拉肚子。来看直白都来拜一下，对不对？你瞧我跟你讲，讲到这个布希米亚老师讲到这个拜一下，在咧今年的这个金币奖的这个歌曲到底爱选倒一条歌来参加这个比赛咧？我就是爱问我的公妈，我伫咧8月底的时阵，我真正会跋杯问一个公妈，例如说我可能就是选择性障碍，可能跟面线们就是抉择不出一首，不如我们就跋杯吧。可能好，例如说新不了情跟回家，我们在思考说到底要选哪一首，我们就在直播，直接开露手，直接把我的直接把我的这个调味杯摕出来，安尼拔一个。直接问公妈较紧真的我8月底就是
要交出那个参赛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在8月中就会决定了，因为毕竟我们还要撰写那个那个什么企划书，很像演唱实力不用撰写，但是毕竟可能还要麻烦水灵宝贝就是截取那个我们的片段嘛，所以我可能8月中8月中的时阵对赶紧播一个赶紧决定一个，所以8月中请快来问一下我们的列祖列宗，请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来决定一下，推荐一下看哪一首比较好。结果万一他给我推荐《浪人情歌》，我真的不要抖啊！《浪人情歌》就当做没看到，这样好不好？台风天吃猪猪做的点心，在冰箱里面的田先生，田先生，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囤积啦。但是台风天实在是不囤不行啊，好不好？像大家其实下午的时候，猪猪跟屯妈就会再去市场快点可能采买一些东西了。今天下午应该就会开始有基站了，其实早上就会有基站了。今天早上其实基站就已经还蛮明显的，大概到今天下午那个红昏期啊，就是黄昏市场应该就还蛮基站的了。猪叫瓜哥的感觉，我都没想到下面一位没有错，真的就是下面一位啊，是不是？我们的高阶总裁居然迎来瓜哥是不是？下面一位3年真的是前日啊，真的啊，我知道啊。天生黑风的猪猪见他先说是回家，我等去呀啦，我等来呀啦。有囤很多葡萄，听说我后面还有12箱好可怕哦！天哪，老祖宗保佑我，德国布丁太好像已经吃完了，是不是？哎呀，猪猪冰箱还有5颗不要太羡慕我，呵呵。特现场，悲伤主音乐。不是啊，我们列祖列宗，好，我知道可能伊能静是不是？好，我们这位伊能静女士或许是我们列祖列宗心目中的这个国民女神，对，但是毕竟我们这个金咪奖的这个指定曲里面好像没有这一首歌，是非常的遗憾哦。是这样，但不是这样。下面一位，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电先生12盒啦。不行啊，不行！姨妈来临真的，今天不宜聊天。对，今天真的不宜聊天。我觉得唱歌，我们还是唱歌哈。对，真的啦，今天1点就要乖乖去工作了。对，来，我们今天反复练这2首歌，还好今天在台风来临之前勉强回得了家。对，我们再精雕细琢一下这一首。不过在那之前，我们新不了情，再来唱一次。好，喝口水。好，然后新不了情的部分，猪猪其实有去看了张学友的翻唱嘛，还有萧敬腾的翻唱，好像还蛮多人翻唱的。我 B 圈不是关掉了吗？对，新不了情的部分参考的翻唱组比较多，倒是回家，我在想会不会反而回家比较这次没什么人投吗？我在想啦，对，但是不管怎样，回家我是不得不说真的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练到8月底再看怎么样。12盒啦，好啊，来，新不了情一下。等一下，它开始了，等一下，再一次。开始了。完蛋了，真的要断电了。心如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
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某段时间 Tilda 听到这歌会不自觉落泪。Tilda 现在听起来 Tilda 都是满满的回忆。Tilda 感谢猪猪的演唱。Tilda 棒棒的，波浪号波浪号波浪号。谢谢萨库拉桑，哇，感谢你分享的心得。只是我一直被那个 Tilda 一直被 Tilda 走心掉这样。哎，刚刚那个砰有没有掉落啊？不好意思，萨库拉桑，刚下列150块，啊，不过有打的 keyboard。哎，那个砰啊，都有掉下来吗？你们有看到吗？谢谢。这首歌啊，应该是属于还蛮多人的故事，在那段时间其实真的很红。然后这次的金米奖的指定曲，居然把它抓过来当成我们可以参加的其中一种参赛歌哦，中文不会讲了，把它变成我们其中一首参赛歌曲哦，舌头真的打结了，打成中国结都不够了，救命！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还蛮代表很多人当下的一个时期吧。Sakura桑，谢谢，有感受到就是非常感性的那一面。虽然说就是一直被那个Tilda那个Tilda一直被那个影响到，显杯。
谢谢，感谢你们。哦，进不了情。好，我喝口水，喝口水。今天的回家，等一下一直卡痰。今天的回家跟进不了情就是反复练练，然后大概下次开练歌会的话，猪猪会试着把那个孙盛熙的那首歌开起来听看看。对，当然这两天有时间我会先听看看，然后那首歌或许应该也会练练这样子。中国结不够，那肯定是炒米粉这样子。炒米粉那个会断掉中国结至少它太手应该是算扯不太断啊，但是你要炒米粉一扯就断，我舌头就断掉这样。虽然说烤猪舌真的还蛮好吃的哦，这样才比较不会感伤，是不是？好 ，OK， 有我懂 ，Sakura 桑应该也是气氛组的哦。感觉得出来，上次那个迫害猪猪非常的气愤哦。所谓的气氛不是怒ってるじゃないよ，雰囲気わかる，就是不是在生气嘞，就是那个不是生气啦，那个情境的那个气氛的嘛，对吧？气氛组的这样子哈。好的，而且就是每到了这一年啊，然后每次在选择自己到底要选哪一首歌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会那个选择性障碍，对啊。然后我记得上次第一次开那个练歌会的时候，然后我就有特别在跑去找大宝老师问说，就是这次的音质还好吗？对，因为我记得去年好像在忙碌专辑，所以我们调音的部分全部都是以好像录制专辑方便为主，所以我完全也没有注意到说，就是那个时候开台的时候，大家已经完全听不到 echo 的声音了，对不对？对，所以去年就是我们在算是要参赛的这个状况，音质其实完全好像忘记好好去把它调整，所以今年就是觉得说，差不多要练唱了。那可能我们练着练着，其中有一段就真的是唱的，还蛮好的，可以拿来参赛了嘛。所以就快点问大宝老师说，音质还好吗？还需要再请草草过来调一下吗？结果大宝老师说可以了，反正你的 echo 都出来了，应该没问题了。去年是完全没 echo， 对啊，对，所以音质如果大家觉得还没有太奇怪的话，我们应该就继续练，然后这一波等朱莉卡就是恢复精神之后，对，希望就是这些歌曲都可以越唱越好哦。好，我超想睡的，吴昕老师。我今天姨妈第一天报道，对，但是我还是努力唱歌，但是我要唱到1点，我只剩不是1分钟5分钟而，所以我要来好好的再把我们的回家一次吧。好，老师你好，好啦，我差不多1点就要来休困啊。1点，时间过得好快。吴昕老师还在外面奔波，好哦，而且台风很强大哦。吴昕老师记得这2天可能囤积一下你们的食物。我居然会需要跟吴昕老师讲到要囤积哦。好啦，我们台风来的时候囤积一下没关系啦，不要每天囤积齁。后来，我们最后一次回家，我不知道回不回得了家，因为极度想睡觉，不过就台风来了，回家吧。这个礼拜啦，我在想有可能是这个礼拜最后一次练歌吧，因为明天跟吴昕老师有我们的知识地瓜猪，我们要一起看一个很有趣的小说，台文小说，明天会再公布给大家。然后礼拜5，我觉得高几率应该是会放假，然后放假的话，大家就乖乖在家里好好休息。好，我们再来回家一下。
希望可以好好唱好。回不了家也没关系啊，我现在真的好想睡觉，我导播在胁迫之中了。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的确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Just been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我需要你。
有那谁快帮我书写一下，谢谢。我急需 A 型A 型猪血，谢谢。我急需 A 型的猪血，谢谢你们。时间来到了1:01，我勉强冲回家了。而且我还有一段唱错，然后算了，唱错就错，先回家再说。红台 T 杯来呀，台风来了，先冲回家了。回到迪亚家冰箱当储备粮食吧。我们像那个冷冻柜里面真的还蛮多储备粮食的。来，我把 echo 关掉。好 ，OK。猪血再撒一点米进去，为什么？好，那个猪血糕好吃啦，对啊，等下有那个 YT 的那个机体不足，我快点把你们抓回来，等一下。OK。好，该收拾，猪猪叫你们回家。其实我觉得台风天啊，就聚集在朋友某一个人的家，真的也挺热闹的。我记得之前刚出社会吧，还是学生时代，那一年毕业，对了，应该是那一年应届毕业生那一年，然后大家各奔东西了，就很舍不得，然后。那一年也是有一个听说强台吧，然后我们女生就约，然后就是故意就在台风来之前就去可能那个什么家乐福啊采买一些东西，然后就想说好，反正都要来台风了，那就最后一年的暑假，大家就聚集在某一个姐妹她的租屋处。哇，那一年讲是这样讲，但住进去之后就大家很开心嘛，对，但是无风也无雨，就有点那种台风的情境都没有这样。我们还买了那个什么泡面啊，然后干嘛的，想说哇，那个风大雨大怎么办？然后就很紧张，然后又很期待之类的，就好，就无风也无雨，一点氛围都没有，就很蠢的，就好毕业拜拜。但很好笑啦，就变成了就一个现在大家还是会拿出来就是茶余饭后的笑话。你记得那一年我去你们那边住，那没有风雨，骗人家说什么风雨很大这样，什么之类的。使用前加上香菜跟花生粉是一定要的，猪血糕这样。嘿，尤萨给萨你好，对啊，现在已经变万家福了，对，现在家乐福已经走进历史了。家乐福现在是跟那个全联变成同一间公司，是不是？还是什么大润发什么？我有点搞不太清楚。对，就是很像，我记得他之前是跟大润发并在一起，是不是？还是大润发是跟全联？等一下，我搞不太清楚了。但这样你也一直记到现在啊？对啊，就很好笑啊，无风也无雨，你知道？对，希望这一次啦，雷声大雨有点小啦。我是觉得安全最重要啦，因为。然后说有时候说放台风假嘛，然后放了之后就说啊，那个政府骗人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有时候我都觉得退一步想，就是我也是宁愿放假，希望大家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也不要就是赌一下，然后哇，万一真的风雨太强，那个生命真的回不去哎。汤包哥你好，汤包哥，请把你的草字头剪掉，谢谢。谢谢建勋。大润发归全联，然后后来变成大全联嘛，对不对？然后优佳你好，欢迎来到弟弟开篇的，虽然跟我差不多被 get 走啊哈。然后全联收购了大润发，喉咙好糟糕吗？还好吗？没事，我就是今天生理期，然后勉强回家了。我刚在外奔波，在外攀爬，然后碰到了生理期。就连歌都唱不好了，那家乐福现在变成万家福，又是因为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对，
好，我先把这个问题丢在这边，然后我先找一下降落地点。等一下哦，我其实真的，其实我的床现在就在我后面，很想倒头就睡，但不行，必须卧客，我要来卧客了。好，萨德来，我要考这里哦。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降落到，等一下，好，对不起，打个嗝。好，接下来我们去找皮皮哈，我们去找我们的皮皮玩。哦，家乐福是统一收购了，难怪辛苦一路深蹲回到家。我觉得你们这是越来越比我会在讲干话了，你知道吗？原来是被统一收购，是不是？好了解。好，感谢福利熊也被炸出来帮猪猪解答，这样。好，那这样我懂了。大润发是被全联收购，变成了大全联。好 ，OK。然后那个统一收购了家乐福，变成了万家福。然后我很在意那只熊变成了什么熊？原本是福利熊变成了大全熊。福利熊，你变成了什么熊啦？我好在意哦。大全熊吗？算了，我觉得我不要乱讲好了。一旦乱讲，又变成又有一箱葡萄干，又要尾随我来了，好可怕哦！小石头你好啦，咱差不多要讲到伫咧咱皮皮的冰刀啊啦吼。我个恐怖的心酸呐，心来酸哦，酸呐！然后我偷偷跟你们说，听说我的精装版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一点一滴，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在减少。也就是说，目前我确认一下我们的那个绿界的那个卖场，我们现在尊爵不凡的这个精装版很像只剩下27张。我们再卖出27张精装版，我很像就必须要抖出我第二个非常惧怕的那个食材是什么了，完蛋了！但是我现在想了一下，应该是莫急莫慌，应该还是很稳。好，所以喜欢台语专辑的大家也欢迎支持起来我们的频道的首张台语专辑第2名。有啥跟上我自家的什么？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早开，对，因为我不早点开，我马上就要断电了，就变成熊本熊，是不是？哦，所以福利熊还是福利熊，我以为有变成什么大全熊还是什么？哦，福利熊去收购大润发啦 ，OK， 大家都知道要买精装版，没有啦，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嘛，对啊，我们要有礼貌，不能把他名字叫错。我在想说是不是变成什么大全熊还是什么？反正福利熊，我不管有没有皮都要吃葡萄干的，有差吗？我现在的心态就跟彩彩一样，知道吗？反正都要被处罚了，我就皮一点这样。文字一出必翻，就是辛苦了嘛。谢谢薄荷，不会啦，27张没这么好解锁哈。比利奇更像是集资嘛，迟早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外来的那个新力量吗？外来的新力量来购买我们本张这个精装版专辑哦。好啦，谢谢你们！姨妈来临第一天，对，还是短时数的陪伴了一下大家。我要去沃克了，我们去找皮皮，然后明天会有跟悟性老师的这个台语台，我们来看一本非常棒的台语小说的心安呢。好，我先去休息了。我真的对总算勉强可以回家了。谢谢大家拜拜。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ニピ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指導ベルトをしっかり閉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降落伫咧你皮的冰岛，请下好你安全带，咱准备要降落啊！哦，好的，好，有啦，会休息啦。
对，稍微再卧课一下，大概卧课到晚上9点哦，吵死自己。会啦，我会休息啦。生理期基本上，你们也知道，生理期我的精神力真的是很差。对，今天完全就是对讲不赢你们，反正就是对，反正都已经讲不赢了。对，先关台再说。好啦，但是很想你们哦。好啦，2个小时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大家拜拜，明天见哦，拜拜。